因应疫情过后旅游的风潮，大台南公车故事馆举办台南公车体验坐车的活动。对3月开办以来，总共完成60场次，包括国中小甲幼儿园，甚至乐龄的阿公阿嬷。将近1000人次来参与，大受民众的好评。我们第一次是带着2个班的孩子，我们一起搭乘公车，然后我们到麻豆的公车故事馆，还有我们搭乘小菊的巴士，然后我们到那个龙田车站附近的龙田茶桥，我们带孩子们去观光看水圳。好，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体验活动非常棒，因为虽然现在孩子们住在台南，但是他们其实很少搭公车出门。好，那有这样的机会，让孩子们可以进到真实生活里面，然后体验公车怎么做哈，比如说公车的礼仪，他们会知道，上车之后要先礼让老人家，或者是要先往后面走，好啊，上下车的时候怎么付款，这都是孩子们学到非常宝贵的经验。好，那因为我们知道学习不是只在教室里哈，我们希望带着孩子走出教室，体验真实生活的才是学习的最重要的地方。31号下午加开最后一场，回馈曾经参加体验坐车活动的学校，北区文贤国中的师生，到大台南交通教育主题馆来参观，并且举办成果发表会。央举办理这个公车乘车体验活动哦，在今年112年度总共办理了60场哦，补助了60个班级，利用公车或者有的甚至利用火车哦，来用公共运输来做班游哦，或者是参访哦，或者是体验这个公共运输的游程哦，非常的有意义啊！因为现在的小朋友，老实说，在学校都是家长接送哦，平常出外也可能也是都使用私家的汽机车哦，所以透过这样的活动呢，来让小朋友能够知道公共运输要怎么使用哦，使用的相关的礼节，还有要怎么自行查询时刻哦，自行查询路线，然后搭车的方法让大家都知道有公共运输这样的选择，让这个教育能够向下扎根。那也鼓励这些年轻的小朋友未来也都可以自行利用公共运输来从事他们每天的活动。市府交通局副局长熊万英表示，公车是上接近市民生活的交通工具，透过省官学的合作，除了会用让坐公车的体验向下来接近，伫个体验馆还佫有扩充实境的 VR 体验，让学生会用实际体验骑机车，或者是开公车应该要注意什么款的事项。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